来看经过将近6档大规模的翻修，国立历史博物馆按算过年后2月2日会重新来对外开放。今仔文化部长苏德来出席开幕仪式，官方今仔嘛专工小改一笔修复完成，到头一届提出来展览画家林玉山的黄牛的画作。请揭牌。伫咧台北南海路的国立历史博物馆，对2018年开始启动改造升级的计划，加强开业6档的时间，总算伫2月初7重新开幕。史博馆有张大千和有游任写的毛笔字，是镇馆的奠葬品。而且史博馆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后第一个设立博物馆，后续会搁再展出真侪有民主身份的国宝和重要文物。它见证了过去70年来6次的增建、扩建、改建之后，重新把结构补强，重新面世。同时，我们也把史博馆最精粹的用常设展、用特展的方式，河南的文物以及日本归还台湾的文物，今天再一次精彩的面对大众。这一幅就是林玉山老师的黄牛的作品。那个时候捐赠的时候，其实是已经受到很大的重拾。另外，史博馆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责任，就是文物的修复。伫咧因的馆藏内底，上有代表性的就是东山菜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。历史博物馆呢，承载了这样子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文化艺术的发展，其实更代表了当时，我想渡海来台，中华文化到台湾跟本土碰撞融合的过程。史博馆拍算伫2月1日，用全新的面貌推出特展，邀请大家做伙来见证台湾社会70年来的文化变迁。记者林秀凯、张耀水台北报道。